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客話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民主我來到台七甲做客家料理哦。今日我到台七甲做嘅係客家炒板條咯。來看我樣板做呢，呢係板條、XO 醬、蝦仁、發雞。首先呢，當然就是要先來熱鍋了。 这个爆香的部分呢，客家人的料理很重要，就是要把它煸香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我要来加海鲜的部分喽。哦，很香哦。虾仁放进去之后，用俩诶发鸡，哇，好香哦！自己讲。俩哈，我来边俩重点哦，板条哦。好。 各位觀眾朋友，你看哈，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哦，就是這個 XO 醬，我們把它放下去，就會變得很好吃了。好，這個接下來就是拌炒了，最後面要加入來點綴的，就是我們的蔥啊，放進去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開動哦。倆哎板條啊，在六堆呢，其實有不一樣的講法，因為他們剛蒸出來的時候是一整塊的。 所以板條6對人按到面扒板哦。來吃吃看我們這個客家炒板條。來吃吃看。可以夾一下自己炒。我是吃素不肉哈，我看起來炒得很棒。好鹹哦。好鹹。好鹹。嗯，好鹹。好鹹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相信你一定有吃過這個板條的料理吼。在這邊，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學到的客家話嘍。看到第一個就是板條，板條，板條。第二個就是很常看到的蔥，蔥啊，蔥啊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嘍。板條6堆人稱作毛巾板，板條6堆人按到面扒板，板條6堆人按到面扒板。下一次你也去6堆來品嘗看看吧。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嘍。